我父母都係救世軍嘅軍官嚟嘅，我自小就跟著佢哋去到唔同嘅部隊服務啦。而我自己自小都返救世軍嘅教會，到中學嘅時候更加成為咗正兵，成為咗救世軍嘅第二代。而中學嘅時候，我參加咗好多教會嘅活動啦，令到我喺信仰上面能夠抓得好緊。我對救世軍好有歸屬感，如果感受到身上面流嘅係救世軍人嘅血。其實當中裏邊都面對好多唔同嘅衝擊嘅，有開心地方啦，有啲唔開心嘅地方啦。但係我仍然選擇留喺度，因為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呢個地方人同埋事都唔緊要，最重要嘅就係呢度我能夠認識到神，亦都同神建立咗一個好密切嘅關係，讓我喺當中裏邊能夠敬拜佢、侍奉佢，要將福音帶俾其他人，呢個先係最重要留低嘅原因。喺2017年嘅時候，我有一個急病，就係急性嘅心肌炎。當陣時喺急症室裏邊，我有一段時間心臟係停咗。而當陣時喺中堂嘅弟兄姊妹知道咗我呢個急病嘅時候，都趕到嚟醫院為我祈禱。我好感恩有一班咁好嘅弟兄姊妹，因為佢哋當中裏邊同我一齊去經歷我最困難嘅時間。而呢件事亦都令我喺呢個生命上面有一個好大嘅經歷。我感受到聖經上面一句嘅係說話：我雖然行過社會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神與我同在。呢件事情佢哋而家已經有成7年嘅時間，而呢7年就係神俾我額外嘅時間，能夠服侍佢，讓我能夠喺當中裏邊能夠係高舉神嘅名。其實喺我小學階段啦，我記得係當其時我翻緊5年班嘅時候啦，咁我就去到救世軍樂民隊參加佢哋嘅補習班嘅。咁之後就因為參加補習班嘅緣故啦，咁我就被邀請參加呢個部隊嘅少年團契啦，同埋主日學啦。咁我都好乖啦，當其時都有參加呢啲咁嘅活動。咁去到中學階段啦，咁自己都經過一輪嘅思考啦，咁決定咧就正式加入呢個救世軍樂民隊咧，成為佢哋嘅正兵。咁咧就喺眾人面前啦，承認自己係一個基督徒。其實我覺得咧，救世軍嗰個心向神同埋手助人嗰個精神好好啦。除咗咁樣咧，咁救世軍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社會服務啦。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。我自己咧都有機會咧去到即係救世軍麗景苑咧，去幫助一班有需要嘅小朋友嘅。咁呢啲都係對我一啲好大嘅有好深刻嘅印象喺度。咁我覺得如果我即係冇呢個信仰，冇主耶穌基督嘅愛心喺度咧，我諗我自己都做唔到呢一個服務嘅。咁我以往咧就喺舊嘅部隊嘅時候咧，喺樂民隊嘅時候咧，我就可以喺詩班嗰度咧去侍奉上帝啦。咁而家咧喺大坑東隊咧，咁亦都有機會喺敬拜隊嗰度去侍奉上帝。咁呢啲都係我即係覺得都好開心嘅事啦。咁加上而家啦，我太太同埋2個女兒啦，咁先後咧都喺大坑東隊嗰度咧，成為佢哋嘅正兵同埋佢哋嘅青年兵。咁我諗呢啲都係其中一啲我仍然喺救世軍呢個教會嘅原因啦。最初接觸救世軍係因為參加咗部隊舉辦嘅足球訓練班。參加足球訓練班期間，我除咗有機會學習足球嘅技巧之外，我最大嘅得着係讓我認識到神。由於我唔係嚟自基督教嘅家庭，所以本身對基督教冇咩概念。好記得第一次參加足球班，臨走嘅時候，教練話我哋落堂一齊祈禱結束。當時我都唔知咩叫祈禱，而呢一次就係我第一次接觸基督教呢個嘅信仰。自此，我慢慢繼續喺部隊入邊成長，讓我了解到原來呢個世界有一個主宰，佢為你預備一切，讓我有信心同勇氣去克服困境。作為部隊嘅青年軍幹事長同埋青年團團長，我一路見證住一班充滿活力嘅青年兵同埋青年人嘅成長。佢哋唔單慢慢對侍奉充滿熱誠，甚至願意主動去接受各種嘅挑戰，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見證。另外，救世軍作為一個國際性嘅組織，佢哋好似螢火咁，不斷為世界各地黑暗中嘅人去指引方向，提供溫暖。好記得每一年嘅中秋節，當我哋可以派月餅同埋禮物俾一班長者嘅時候，都特別感受到佢哋嘅開心。